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间社会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呼吁总部位于美国的连锁酒店希尔顿停止计划在东突厥散建造酒店项目。该组织国家执行董事阿瓦德和研究员斯迈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正试图摧毁维吾尔人的文化、历史，尤其是伊斯兰身份，作为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声明说，希尔顿正在东突厥散地区和田市一座被推土机摧毁的清真寺遗址上建造一家酒店，帮助中国实现其种族灭绝目标。他们表示，希尔顿应该意识到中国迄今为止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并停止该项目。声明称，为了确保维吾尔人的毁灭，中国正在推行文化擦除政策，清真寺和寺庙等成为目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自2017年以来，东突厥散已有16000座清真寺被摧毁或损坏。维吾尔律师图凯尔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于1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任命图凯尔为副主席，领导该委员会2021-2022年。副主席图凯尔于2020年5月被众议院领袖南希·佩洛西任命为委员会成员。自任命以来，他被评为《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并入选《财富》杂志的世界50位伟人名单领导。图凯尔是一名律师、外交政策专家和人权倡导者，他兼任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该委员会纳丁·曼扎主席说：“我期待在来年与副主席图凯尔更密切的合作，以促进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协调 4G 和 5G 移动通信基础建设的备忘录，进一步强化了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清洁网络倡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在那里准备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艾迪喇嘛，并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这项备忘录。布林肯在签约仪式记者会上说，双方签署这项备忘录在使用可靠电信供应商提供最敏感技术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非常坚实的榜样。在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去年发布了清洁网络的全球倡议，称美国将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5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效仿。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几十个国家已经宣布加入美国的这项倡议。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北京必须在劳工权利有进展，欧盟就会批准与中国的投资协议。默克尔说，我们的目标是看到中国劳工权利取得重大进展，包括改善东突厥散强迫劳动者的权利。默克尔是该协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该协议于去年担任德国欧洲理事会主席期间签署。根据该协议，北京承诺不知疲倦的工作，以通过一系列保护工人和禁止强迫劳动的国际劳工组织规则。中国当局被指控不公平地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并将他们用作廉价劳动力的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在日内瓦举行拜登上台后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后，双方就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核扩散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写道：“核战争是不可能获胜，也绝不能打。”
美俄在联合声明说，即使在紧张时期，两国也能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并透露美国和俄罗斯将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开始一个综合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声明还说，两国寻求为未来的军备控制和减少风险措施打下基础。